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来讲有声音。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的声音无去啊，我是讲另外迄个所在的声音。哎呦我，小处理一下安尼，比较无小心去改伊。可能真少个人去安尼，敢是安尼？个人啊。个人去。所以安尼敢有声音无？有声音。等一下哦。惨啊！拍开另外一个世界。安尼咧，安尼敢有声音？安尼敢有声音？有无？有 ，OK。好啦，这真正是一个小可麻烦的代志，我度。好，安尼。好 ，OK。迄个有当阵啊，过去无讲介时间哩，所以就啥顶打去。好，不管反正当阵啊，技术问题，或者是啥物状况问题，怎啊有够样，在，还有状况安尼。好，反正我就来甲即个啥。一寡连结分享的啦，尤其迄个啥，那伫 YouTube， 因为有放真侪资料，所以应该袂讲太困难的找到。啊，毋过迄个叫做啥，可不耗时去大家可能较麻烦一撮，就是伊是纯粹声音的部分，所以文字的部分就爱另外处理。所以目前为止嘛是拢用这种大咧圈论还是啥来做分享啦，所以可能就是手工，可能就是讲在做手工艺安尼。所以大几条啊，这个叫做啥？可比讲庄仔文朴树，伫咧灯仔火遐是啥？啊，你一寡资讯就对啊，我就甲打一个确认网参考，然后我打这条是115年全国语文竞赛官网，迄个竞赛题目公布就对啊。庄仔文朴树伊甲所有的学生做的文章，拢甲伊变调符合啊，该安怎变调，算讲标示就对啦。112年前是的老师处理了，然后反正的老师就是无方便啦。庄仔文朴树敢若准年开始就接手处理这个文章就对了，所以就是会使网参考啊。然后还有啥物讯息会使来分享呢？好啦，可能是安尼好啊啦。我就讲即个啥，都喊来拄好，时间来拄好。台北时间也是到咱40点，做伙来遮读寡册。
我来做一个分享好，分享去一个什么所在？因为这个日这礼拜要考试啊，所以可能是迄个事。伫咧推还是伫着或者社群媒体就对啊，有敢有朋友咧问讲啊，到底敢有啥物资料通我参考啊？所以，好啦，我哋就继续来甲谈落去安尼哦。道法内拄好，时间内拄好，台北时间也毋是到咱7、10点，做伙来遮读寡册。那9点进前呢，后首这几分钟的时间就继续来读这个那春水的第3本小说。哦，这内底真正有够侪迄种古典的用字用词，这我无迄个生活经验，我用不出来。啊，毋过透过读文本，就使加减学一寡。好，继续读。有人讲春夫这款烟豆翁，注定是爱娶盲童这款歹滋滋的查某人啦，亲像天地配雨水安尼，敢毋是咧？盲童伫学校的成绩是1粒1个，分发去省立台北第一女中教册。啊，若春夫的分数是溜火车尾，互人分发去省立家人中学教册。师范生的服务义务是4档。年限到期的春夫，亚善老师的身份，佮考试骨溜的英语程度，红仔头佮飘撇的外形，考调中华航空公司的外勤，派伫飞机顶做空中少爷，月绩比教册加好诚多，是伊这世人上晓歹的老歹。料袂到做7档后，春夫食好做轻课，互伊愈来愈平淡，缩大箍起来，规个腹肚拢挺出来，看起来就是好呆的戆人。1964年的春天，互公司甲调入来做内勤的工课，毋过危险甲津贴绝对拗。歹庆庆的春夫即时死头路，转去食家己。盲童为着这，甲春夫讲讲，死头路嘛爱找着新的，才通死旧的。孤险一句话尔。春夫随去雷公圣地，甲食饭倒顺煞掀起来，响掣做伊出门，到暝尾仔才转来。即届是盲童甲春夫上厉害的同桌。是安尼，因两个有翁仔某名，无翁仔某行，嘛是因生一个查甫一个查某了后，无阁有新的缘故。上加在是因两个有带念囡仔夭细汉，无办离言，一直到囡仔拢嫁娶，嘛还好好。这甲春夫的身体真早就无介用，有真大的坎坷。差不多40通岁的时阵，伊毋若用先生店厝做米糖，搁较侥幸的是操劳的镜头，像讲挑骨、目花、手掣、白头鬃甲行袂去的老形煞量早总教，反正到43岁的盲童，身体勇健健，还伫8一女教册，有才调起家兼饲春夫。连翁婿看病的所费，嘛是找盲童伸长手。人若互骨肠边白条着，就亲像找一条绳啊来垫骹半手，互你做啥物代志拢袂顺办的时阵，生生就袂晓歹笑着，性地嘛平因过，故意这样。有当阵真正是晓歹无落魄的久安尼，只是有个人毋知啥物原因。比较一个事，我看有影教顶收即个垫骹半手。3年来我先找看卖即个，照你讲应该有吧，我无确定啦吼。
有当啊，我咧拍一个底卡破手安尼敢有？无讲介事办安尼。有。迄个底卡半手啦，有看到字啊，有读到啥？迄个啥？朗读各款，因为听伊讲，投稿的人无够多啦，无够多，毋是无介侪，是无够多。到底是无够多较少，还是无介侪较少？我毋知影。反正毋知呢，这所以就是听伊讲，就是有延长1个月啦，鼓励大家会使投稿安尼。好，来，咱就来读即个3，嘿啊，讲延到7个月底安尼，钱722,752,1,200块，讲多无多，讲少无少，一篇文章你若无家己顺3-4遍啊，写出去，人要随甲你收，除非是太有天分啦。你若太有天分，就去别位发展就好啊，咱就来写即个字啊。所以当然，即马台语文章的需求或者是工课，应该原来嘛有啦。尤其可比讲有一寡戏剧，也是要安怎讲？就讲普遍的，可能不哩侪人心肝底也是咧怀疑，讲学台语有啥物路用，会晓写台语有啥物路用？抑毋过知的人自然就知嘛，知空的人自然就找有空嘛，有才调的人自然一定有才调去发展嘛。所以有当阵啊，要安怎讲？好啦，不管啦，咱就来读咱的文章啦吼。玉林、Sunny、Carol 拢来啊。Tina 你若有兴趣啦吼，欢迎起来做伙读了分享啦。安心自在，自由自在，毋免真熬才开始，爱心开始才会变熬。OK， 咱就读即个115年度国小组的第6篇，苦瓜奈苦。错，我看几段，1、2、3、4、5，算5段6段好啦，不管啦吼。有诶段落中迄段真正不哩啊长啦吼。我先读第1段，然后3年第2段，下段也搁较大段就玉林读啦吼。Carol 你著读正手面中迄段，然後 Tina 你若有才调着尾啊，上尾一抓甲顶悬迄段，咱互你读安尼。咱就来读。干如晓，敢有要起来？干如我毋知，大家看即个朋友吼，叫做 YVR， 开始迄个阿嬷的笔查呢。好来，安心自在，我先来读，其他再看安怎安排。好来，115年度国小组的第6篇，苦瓜奈苦，蔡前辉。阮阿爸上爱食苦瓜，像苦瓜印生啊，咸两炒苦瓜，鱼母啊炒苦瓜，苦瓜风甲苦瓜排骨汤，只要是苦瓜料理，伊拢真喜欢。Sunny 我你感谢，Sunny 对不对？对啊，歹势啊！刷来就是第2段声音该使吼。声音 OK。先有想想吼，自我捌代志以来，饭桌顶3不5时，就会有苦瓜料理。拄开始敢若阿爸会听的，我甲阿姊是你看我看你，无去甲叮当着。阿母是加减买2块仔来食。迄盘苦瓜定定拢互阿爸食甲空，搁话食无够。我甲阿姊拢真挑伊。苦瓜敢毋是足苦足歹食的，是安怎阿爸会遐尔爱食苦瓜咧？阮先想就想无，好，感谢玉玲换你，这段较大段啦哈。有一摆暗淡竟然有苦瓜风控汤，我
含阿姐看到水面游面间，想讲这声无汤通啉吗？想会到阿爸煞热汤时，想会到阿爸煞热汤时啊，较苦过风内底的肉丝啊，放伫我甲阿姐的碗。对阮讲，这苦过风内底的肉丝啊，袂歹食，试看卖咧。阮两个随举伫硬起来食看卖，这一喙滋味真是袂歹呢。就直直点头讲好食。这个时阵，我问阿爸：阿爸，苦过风的苦瓜敢袂苦？是安怎？你哪会遮介意食咧？阿爸听煞，就笑笑对阮讲。苦瓜哪会苦？真好食。即马恁食一块看卖咧。虽然食得小可苦苦，搁吞落去，那有煞感觉甘，想袂到遮特别，根本都无像阮所想的遐歹食呢。阿爸看阮的表情，即摆会。阮豆豆啊开始接受苦瓜料理，虽然无像阿爸遐尼啊介意食，毋过我甲阿姐若看到苦瓜就袂阁再面有面角啦。有一摆，我和阿母做伙去菜市啊买菜，煞看到青色的苦瓜，阿母甲我讲，迄是山苦瓜，若是摕来炒咸卵，就变做餐厅的料理，我就请阿母买一条转来炒，咸卵会家己好盐的口，家己口盐的味压落来，食着真甲脆，较脆，甲白苦瓜的滋味无啥款。这是翔，伊是小童嘛，对无？小童写做一字是翔啦，啊，这字个无相款翔啊，这应该算啊，你看，这应该嘛会使算合音字，对无？小 SIO 嘛，童 TONG 嘛，所以就甲合起来就变翔。啊，当然这字敢若有人是读第7条，有人是读第5条。相款，我记得是，反正我印象中敢有人是读第7条，人读第5条啦，这字的本条啦，嘿，这字的本条。啊，所以相款是变，那主要是第5条，伊是变第7条，啊，那第7条是变第3条，像相款。但我听到拢读对相款的，我唔知歹势。好来，这个天哪，换你读，后边啊，总共5纸。豆渣苦瓜伫阮兜，原是定有诶面配，这是面配。面配，会当甲阿爸阿母同齐享受苦甘的滋味是上快乐的。结果是我甲阿姊的黑暗料理，苦瓜的滋味，阮已经食惯势啊。苦瓜的料理拢好食呢，苦瓜敢会苦？袂啦。好，真好。这是拄则你读迄段，迄个连接词，和平的和嘛，吼，伊是含啦，第一台语是读含啦，含你含我嘛。啊，当然，因为是连接词，而且是对顶的连接词嘛，吼，是用字的时阵，有人嘛用甲啦 ，KH。啊，毋过伫遮伊甲若是写即个和平的和，咱就是读含阿爸嘛，会当含阿爸，我含阿姐嘛。啊，当然阿姐阿姊这有腔口差，就是就你的腔口去读念嘛。好，接你来啊，就罔听啦吼。毋知咱台顶的朋友听完读完这篇了，有啥物想法看？天哪，你有啥物想法看？要甲大家分享无？安心自在。感觉这国小的比你甲我读迄个较简单一寡。有较简单，有感受到较简单吼，因为国小做诶甲
社会组的。对。啊，你有感觉到进一步的迄个精彩伫对无？即马当然你嘛感受着讲，国小真正有敢若较简单一丝啦。啊，社会组真正有伊的，诚做社会组文章的迄个所在。啊，即搭遮你有啥物？不管是就文章的内容，或者是用字用词，我就讲台北时间暗时9点至10点，就是台语时间。啊，你就尽量用你的材料，用台语去表达安尼。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三，看要是讲第几段，还是第几趴安尼？台语的用词是。第三趴内底第三桌内底讲迄个百食啊，迄就是百食啊，百食啊，生就是中文讲腌制类嘛。第一段是苦瓜印生啊，嘿，生啊是安尼写。好，来你继续。苦瓜印生啊。嘿，啊，你问的是肉生啊？对，肉生啊，我是想讲是毋是，就是伫咧，摊迄个苦瓜内底，是无？苦瓜风就是把摊迄个苦瓜内底对无？较袂讲我毋知啊，我是想着我毋知叫恁知啊，毋知就是洪秀娟老师有一本囡奶鸡的滋味，啊，伊内底就是讲着敢若苦瓜风的款吧，啊，伊咧讲，毋知是我读的水袂记进，或者是洪秀娟老师的描写无遐详细，就讲即马天娜所讲，我所知即个苦瓜风就是敢若，甲迄个，伊敢若是毋是？甲内底卵啊啥乌掉，啊然后有肉放伫迄内底，啊伊敢若是切到一规一规吼，我毋是真，也是因为我嘛无遐尼爱食苦瓜，所以针对王秀娟老师。即讲的肉丝是迄个加肉，伊是讲甲肉用肉甲迄苦瓜封起来，这意思。你搁讲一下，歹势，你搁讲一下。肉是加肉的意思。了解啊，我毋捌听过即种用法。我的印象中，迄阵洪秀娟老师迄本囡仔子的滋味内底，讲到苦瓜风，我就我所目前为止，迄个小说内底啊，互我的印象，我即马讲出来，大家罔分享，我无100%肯定，但是各位朋友罔参考啦。迄个肉就是去教过，因为我记得细汉时阵，就是迄。猪肉店伊就一台机器，伊就先问看你要啥物肉嘛，啊然后你的肉是要啥物作用的？有人是要摕转去做牛排，什么猪排，什么肉丝啥，啊有人是要甲伊加肉，啊就用迄台机器甲加，啊加出来就是变成，迄怎讲，脆炎炎，要毋过因为肉本身有迄个油嘛，啊个肉其实有肥肉甲散肉嘛。迄教就教伫伊内底迄个叫做啥，蛋白质还是啥，会阁有黏性，所以经过迄台机器教过了，其实嘛是原来阁黏做伙，毋过伊是脆炎炎的。啊，迄要创啥？有诶是摕咧包水饺，啊，有诶是可能家己整做丸仔馅，啊，过来就是迄种我所看到洪秀娟老师迄本囡奶子的滋味内底讲的苦瓜风，就是。伊甲迄肉煎伫迄个苦瓜内底，毋过迄个苦瓜毋是无处理，伊敢若是我印象中，伊至少甲内底卵爱甲伊烤出来，还是燃出来，啊，剩苦瓜肉，啊，我袂晓，还是我毋知是，伊敢是先甲迄个卵先烤出来，才煎肉，或者是卵取出来了，搁切一规一规才煎肉，我毋知影怎用。反正听起来看起来，迄个小说内，清气，有迄个烤清气，无伊会烤烤。卵烤，我是迄卵咧烤。哦，卵咧烤，吼啊，所以反正卵来处理清气就对啊。啊，只是伊迄个苦瓜风，反正就是敢若芳上倒的时阵啊，敢若就是迄边仔讲迄个物件，一箍一箍，还是一圈一圈，伊甲迄。苦瓜长长嘛，啊，可能可比讲诶，
切做4锅5锅不管，啊，就是外口烤鸡肉，啊，内底就是即马讲的即个肉丝啊。我的理解是安尼，啊，可能嘛甲去路看知无，还是玉林有看过一本销售，我袂记起啦，我无清楚。或者是咱台肉丝啊吼，因为去家店敢若有啦。肉丝啊，伊本身伊就是加吧哦，脆吧，还是讲酱吧？肉臊有一点仔像肉臊迄种的感觉。肉臊饭伊有加过，肉臊就是咱讲肉燥啦，感觉有肉臊，还是即摆会读肉臊。啊，不管啦吼，这物件咱就是讲过去肉丝啊，这个物件就是就是咱讲烤鸡风是咱讲肉丝啊，烤鸡风吼，一般我知影的是两种啊，一种就是客人因的做法就是讲甲烤鸡破面。甲烤鸡破面啊，甲内底籽抠掉，啊，当然伊会甲迄卵嘛，所抠掉嘛，因为迄卵大家拢知迄卵较苦嘛，啊，所以伊就会甲一寡肉吼，加肉加加，啊，就有当啊掺一寡鸡啊啦，还是掺一寡什么做啥咸菜干啦，吼，啊加加咧，我毋知你捌食过咸菜干肉无？来加加，啊，就甲伊吸伫迄个烤鸡，就甲伊安怎讲？甲伊要安怎讲？底伫迄内底，吼，啊，甲伊吸的，啊，就用吹安尼，啊，外口会放一寡或者咸菜干安尼，有一点仔亲像梅干扣肉安尼，你知无？所以就有一点仔，我即个我即个食法。啊，佮另外一种就是烤鸡风，佮另外一种咱讲的就是敢若较台式的，伊就是。烤鸡切一箍一箍，伊毋是对半切的，对半切的，我讲的客人因的料理吼，伊就切对半切，就是那船安尼话。自头留到尾安尼切开啦，那船切到切到一揪迄个概念安尼，嘿。无伊就甲对半就对啊。嘿，啊，佮另外一种就是咱来切一链一链。对腹肚切落去安尼。嘿，就是欢切。欢切，欢切啦，欢切，对。欢切啊，甲伊切一箍一箍，啊，伊的宽度欢切差不多切2公分吧。哦，较无1英尺。嘿，2公分、3公分安尼吧，差不多啦，可能。差不多啊你。诶，在人的有诶所在较切较宽一丝啊，有诶所在较下一丝啊安尼。啊，伊就是甲内底，即我所知诶，就是讲甲迄肉丝啊，就是加肉加诶吼。啊，有诶真正会掺一丝豆豉啊，真正是有诶掺一丝豆豉啊。啊，有诶就是因为伊加肉加伊袂黏嘛，啊伊是会加迄个肉卵白，啊有诶就是直接肉卵，就是卵拍啊，甲伊加伫内底，安尼伊就因为你头拄讲的伊诶卵白质嘛吼，伊加热了，伊含伊诶迄2千甲2银，有诶是我知影是两种，有诶是2千甲2银做伙辣的，啊就。插肉就搅安尼，啊，就甲伊踢伫迄个烤鸡，变做一链啊，甲伊一链的烤鸡，啊，甲伊中甲伊煎迄个肉丝啊，啊，就去吹啊，是去煮汤啊，这是一种的安尼，就咱讲肉丝啊，所以我知影就是肉丝啊，就是运动就是就是迄个肉，规块肉啊摕来炸过安尼，所以是脆肉安尼，还是讲烧过迄种的肉。我知影是安尼。我想要问讲，迄肉丝啊，甲加肉这是有无同？迄个丝啊，意思是讲伊加过，所以伊迄大细粒差不多甲迄个硬丝啊差不多大粒，嘛是讲因为伊有生过，就是讲伊有加味的意思，对啊。对，伊有加味过。这肉丝意思就是讲加味的意思。就是我头拄讲啊，对，就是讲，我头讲，有一点仔像我头拄讲肉臊安尼啦，肉臊哇，咱讲肉臊呢。嘿，有调味过啦，安尼讲，伊肉本身咱我若是青的猪肉，安尼加就是干那安尼青过准备去安尼加肉嘛，对无？啊，伊内底有调味过，安尼讲调味过。哦，了解，有试过，对，调味过就叫肉丝啊，对，啊，因为伊就是有调味，可能掺一撮盐啦，掺一撮豆油啦，吼，还是掺一撮迄个做啥？有诶较功夫就什么胡椒粉，因为个人诶迄个调味。配料。对，伊诶配无共款安尼。
就是伊早猪肉较贵嘛，迄鸡仔煲红鸡仔煲迄啊，青夹夹迄款的鸡仔煲，吼，红鸡啊家己拍打半论熟安尼，食着切安尼嘛袂歹食，插迄肉落去打，所以迄食起来口味嘛是袂歹，所以有人讲叫做鸡仔肉。若条件较好，环境较好诶，吼，就是规个拢是肉，有诶就是正肉甲散肉，就伊诶比率佫无共款，因为古早诶迄个正肉甲肥肉，计算是无共款诶嘛，所以就看个人诶环境甲需求安尼。我所知影是安尼，因为若是伊照我了解就是就是较活肉，咱讲诶较活肉素诶种讲，我相信若用肉素来讲，咱较普遍吧。我时可能嘛有地方是安尼讲啦，伊在我所知影，其实阮遮是拢讲肉素较济啦，阮中部地区是拢讲肉素较济，但是我知影有诶所在是讲肉丝啊无对，可能较南部地区还是无。甲其他朋友分享甲提问安尼，到底是收肉丝啊，抑毋过呢，伊用中文去解说，讲做绞肉、碎肉、肉酱。然后伊提供一个图片，是卖看图片。伊讲绞肉、碎肉、肉酱，然后伊会经我意思做肉色，伊提供迄个肉丝啊的图片啊，我感觉迄个图片那敢若袂输，敢若卤肉饭的迄鼎是迄骹啦。当然，可比讲，若去食面。肉色面啊，啥物面，伊就淋即种汤所以肉色甲肉丝啊，敢会是我的疑问，我毋知影。就讲敢会是各地腔口差，或者是每一所在，因咧处理肉色的时阵，伊处理起来，可能生做 A 即种型，若去翕相是 A 即个翕相片。另外一所在，因去处理肉丝的时阵，伊家翕相起来，可能是 B 即个相片。即摆咱第三者甲 A 的相片甲 B 的相片摕来看的时阵，有可能你的感觉是共款的，有可能你的感觉无共款的，这我毋知影。所以目前因为到底咧处理这个台语的名词，听起来看起来就是第一，伊用中文去解说台语名词；第二，遐个解说到底是向写的，偌久进前写的，迄个写的人伊敢有遮个背景知识，通知捌迄个真差。目前为止，到底所提供的遮个说明，尤其若有角度的我有看到袂少迄种，若知的人一个看就知影，迄绝对毋对的。就是讲，伊提供的图片甲伊的名词是无对同的啦。当然，迄个无对同是可比讲的，到底内底可能其实我嘛分袂清楚，毋过我知迄个真差，就是什物粪机、欠机、啥物机，就是古早时代，即马迄个物件，甲即马粪斗生甲足像诶，抑毋过伊毋是叫做粪斗，伊是咧底物件诶，抑毋过伊底物件诶是可能是伫田里底，可能是伫米架，还是牛仓牛行得用迄个工具，迄个工具有诶是有耳啊，有诶是无耳啊，对毋捌诶人就拢讲。就是拢一种 container 啊，对无 ？One kind of container 对无？拢是要底物件诶嘛。问题是，迄一个甲看你就知影，迄有耳甲无耳伫古早时代是无共款诶这是一个。过来就是啥物柑啊、甲柑糊还是啥物货迄种，即物件差不多拢是伫甲边诶放物件诶放物件诶 container。用我一个外国人来讲 container 即个物件。你柑啊啦、柑模啦，还是啥物，我想形容袂记。你去到顶看遐个解说你嘛会使看到伊有图片，毋过迄个图片你真足甲看。我印象中顶几工，我袂记我是查柑啊还是啥，我袂记着。伊就是竟然放两三骹伫遐，毋过迄两三骹。至少两个名称啦，毋过伊煞敢若用一个名称去讲迄个物件，这就是到底伫处理即个部分有真差，甚至有重大的。所以即马应该是咱爱安尼来看遮个
校正的资料，就是若准讲你有发现错误的，吼，尤其你若法度提供相对应的资料，你会使写批去校正遐，因为校正迄个啥，伊就一个叫做首长信箱嘛，你就意见回馈嘛，你就甲点入去，你就写有部长，啊，毋过部长无可能亲身看，一定授权嘛，即个部分叫啥，迄个部分叫啥嘛。啊，我所知是校正即个资料，目前敢若是中教大俊元老师，今年敢是个因我毋知影，人咧处理就对啊。就是讲，若准讲是无正确的，就爱更改；啊，资料无够的，就是爱去修。因为讲一个悲哀的代志，就是逐工死去的台湾人拢是讲台语的，啊，出事的台湾人讲实在，即马20岁以下无甲1%是咧讲台语的啦。啊，20岁以下无甲1%是以台语诚做主要使用语言的人啦。所以这等于是咧含时间走相像啦。啊，这反正就是我理解就是结果咱用台语来交流交换，甚至提问分享，能力半开玩笑讲法，能力用台语来销量完价拢 OK。啊，毋过你要完价销量是你的台语能力，你的语言能力才有才调。按到这个程度嘛，用日语用英语拢共款嘛。你若语言能力程度无够，你听就听无，你要甲人量啊，量袂行啊。啊，你若听有，你若思虑无够，读个短势无够要紧，你嘛人已经讲到13天外去啊，你搁咧原地淡仔咧讲，即字是安那，迄字是安那，对无？所以语言的能力当然是透过你日常去训练、去学习、去累积嘛。啊，伫遮是针对口语的部分，啊，资料的部分就是咱即嘛有校正通好查询啊。好，小罗嘛来啊，请讲。讲什么比台出台啊，讲有诶较大，其实这可能爱看这部有这小界诶，去找迄个做事人，他有会，啊，就第这部安尼，咱才知影，无咱哪会知影讲，这看起来拢共款呐，甲感冒、感冒哟。对啊，感冒，啊，拄仔讲米胎，啥遐。我都分袂清楚。迄拢是，所以有一句台语的算俏谈的话，吼，就讲迄个人伊的喙较密过米胎，字面上是咧讲伊守口如瓶啊，字面上，毋过实际上，你若知影米胎是啥，就是拢西人，你无可能滴水的。甚至你要底刷嘛无来，因为一般人底是无你袂来底刷啦。啊，你若底刷，因为空足大的嘛，你倒3分之的刷底迄个米胎，你摕起来刷拢流去啊，迄哪有做密啦？就是无密嘛。啊，你考试的时阵就讲，迄个人阿明啊，歹势阿明啊，莫讲阿明啊，阿三啊啦，阿三的喙较密过米胎，意思就是讲你若甲伊讲的代志。你明明就甲讲，毋好甲别人讲，伊就绝对去甲别人讲诶。啊，所以这伫足侪戏剧内底拢有即种台词。啊，伊就喙较密过米胎啊，因为你若甲讲了，伊绝对去放送互别人知。啊，当然袂讲伊是放送头，放送头佫是另外一种状况啊。啊，敢若讲伊诶喙较密过米胎，就是拢全空，无可能揪会调秘密诶。啊，迄是胎米胎哥。伊迄个空目搁较大空，啊嘛有较细目的，我袂记得做啥物货，反正就是感冒啊，有足侪种就对啊，啊甚至大骹细骹，啊也是较深较浅。可比讲，阮兜有诶是上细骹是直径差不多15公分，较无20公分吧，啊深度可能较无2公分。啊，然后大开有可能，迄个直径差不多2尺外，有到3尺，我袂记得。啊，伊迄个底啊，有诶是平诶，有诶是敢若袂输那一块碗。你敢袂使讲碗？就是我要讲就讲圆啦，伊毋是平。啊，当然，迄就是啊，对有。讲有诶做较大，有诶做较其实迄就是拢是咱的迄个咱古早无迄款的塑胶小厨即种物件嘛。对。啊，伊则拢是用米啊嘛。啊，
对看米仔来讲，其实米仔有分粗甲幼。咱的米仔吼，会用看较粗，会用看较幼。简单讲，就是讲感冒来讲，感冒咱就感冒店就是感冒来嘛。啥物讲呢？因为以前咱的物件拢是用迄感冒一感安尼地。感冒来讲，就是讲基本较简单的方法就是讲，伊的米仔是破较快一撮啦。吼，伊的变化是无空的，是捌的。就伊当然伊有做较，即摆人无做较大盖，佫再真正有较大盖啦。以前像咱讲的，咱像感冒店，因为伊就是用感冒底遐物件，感冒底嘛，就底鱼膏啦，就无就是底鱼膏啦、底杂料啦、底香膏啦、底啥，伊就放咧门口一角来感冒店。所以感冒就一般来讲啦，你要分较足幼的，其实有人好做较大，有人做较细。每一个人的手路无共款，有的人比如讲，我咧看米仔，甲你咧看的米仔，无一定做忝啊共款。但是就是大约啊，拢有一个基本的范围，迄就是感冒啦。安尼头头我讲着啥？感冒来讲吼，有一个就咱个小清楚，简单的较细卡就是，较细就是感冒。当然，伊佫有一寡无共款的变化，有共款的变化，有诶做较深，就像你讲伊就咱我讲的，伊是做较伊底就做较深。有诶就是看你使用的用途嘛。比如你芳物件，你就免遐尼钝、遐尼厚嘛，免遐尼悬，就一般就平啊，小可有一个钝，啥咧？因为伊爱收喙嘛，收喙伊就是爱用一个竹柄啊，甲边仔迄个米仔甲伊收起来，来怎个甲伊安怎讲？甲伊按起来收尾收煞的意思嘛。因为米仔伊有头尾，米仔我毋知恁知影啥物叫做米仔无？就是竹仔甲伊讲甲伊破开，变做安尼一块，甲伊的鱼卵甲伊下掉，变做一块。一般来讲，感冒是用竹仔迄个表面迄层啊，迄可能安尼讲，迄个米仔就讲，你知影竹仔嘛，对无？尤其生伫咧园里、土里，不管你看会到，竹仔外口伊沿就是油，理论上伊会使小可防水，就讲袂直接互水倒过啊是安怎？所以甲外口沿下落来、烤落来是厝落来、菜来，不管，迄就是米仔。是像较早我会记我足细汉的是，阮厝边有人，伫阮遮就是拢叫伊的职业啦，啥物破米仔的啦。卖无仔啦，啥，看人家咧做啥物职业，就叫因迄家的主人破米仔，米仔就是竹仔外口沿，竹仔内底沿的有足多，而且是有一部分可能就摕去做猪的，也是做椅仔的。当然椅仔我会记细汉迄竹椅仔是藤椅，迄竹仔的部分嘛是有一个味，迄沿，不管迄个米仔破来了，就是看你要做啥物货。当然，伊咧破米仔迄个人，就有人会甲伊订单嘛。我即摆厝内，你破来米仔，我要摕来做啥？可要讲，我会记咧细汉，可要做风吹，还是要做对了讲的迄个边感冒，还是边感冒，还是边米胎，还是胎啊？用途无共款。若伊迄个米仔，迄个寸尺就无共。可能我袂讲，10公分长的。也是20公分长的，也是偌长的，因为你要做无共的物件，你的寸尺就无共款嘛。就是爱源头迄个提供在人，伊安怎去处理，或者是人安怎家落订单。因为我要做啥，所以我需要啥物寸尺，偌侪偌长啥，迄就是拢安怎讲？大量加工品嘛，制作嘛，毋是你家己咧做艺术品的嘛，是有一个。分阶段的加工，可比讲竹仔再到因遐，就开始去甲迄个米仔破来、菜落，然后佫交后一手去做后壁的动作嘛，袂顺利。当然，即摆开始有塑，不止即摆，就是讲尾啊有塑胶有铁啊，遐会做米仔的，要准备要正做啥物柑仔帽啊啥，迄着拢上面使用上的功能，佫可能价钱价效。也是方便啥，足侪方面就可能资本化，可能简单讲就资本化嘛。资本化即个对袂着，就
改电话台啊，大概是安尼。所以对迄个科规方面就讲到遮来。好，毋知咱台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我甲你补充一个，我有想过，无人同我讲，我讲你考验才对吼。考会验嘛，第二条嘛吼，考验吼，还是考验？我嘛无听过这，因为我考验啦，伊无一个考验就是讲考验啦。嘿，考验。好，一第几段哈？第尾啊第二段，也不算第三段啦，伊对啊，所以验嘛，考验啦。因为头前伊是主人变调嘛，所以考验，所以头一字是变调，后壁迄个是无变调的啦。所以考验的 VR 落来，啊后壁迄个轻读啊嘛。好，所以减两会甲考验的 VR 落来，对啊，所以即句安尼应该无问题吧？至于讲迄个考验是要算啥物意思安尼吼？考验就是咱讲的考尾有迄个算近义词、外义词，要毋过伊就无画线，就讲你无法度插入去。考验是啥？还是考验？目前考验甲考验到底是有收汉字甲罗马字，要毋过伊的主要意思考尾。啊，当然有无共的腔考尾，吼，物件食过了，喙里有淡薄口味安尼。对啦，就是即个意思。有诶所在是讲考验，有诶讲考验，是安尼讲。所以这有一点可能电性吧，啊一个人有点差别啦。即个我感觉可能是算音变的款，因为考无韵尾嘛，对无 ？KHOO 啊，验是无声母，啊对无声母的字，伫台语内底有不哩啊侪，就是会转无中生有。无声母迄字，若头前有韵尾是安那，伊就会生出来。所以我咧猜想，我咧摇考验转变考验，迄个路音会走出来。当然这是我猜想的啦，因为目前主要的教部就是讲考尾嘛，佮讲考龟当然有分两个部分的考，啊，还有就是迄个啥，芳龟的地头，我毋知各位朋友顶一摆食芳龟是当时啊，有无小心也是挑人去担迄个地头的部分无？迄个芳龟的地头嘛会苦啊，只是敢会是因为有血啊吼，所以尤其这一两年啊，就感觉迄个，尤其即个苦龟那会苦即内底嘛吼，苦味了会回甘嘛吼，小可苦，然后说甘，我就讲苦甘才是人生。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敢有即种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是种甘苦人生就是，可比讲诶，我毋知各位朋友敢有咧啉咖啡，你诶咖啡安怎啉？啊，我是敢若2009才开始啉咖啡嘛吼。啊，当然当一开始会贪俗，还是贪甜，还是贪味，会去掺东掺西。抑毋过，敢若反正我袂记咧啉2-3年偌久了，我就全拢啉清咖啡啊。吼，当然。中语叫做黑咖啡啦，啊，毋过伊台语的故事法是叫做清咖啡啦，就敢迄个啥清啉啊，对无？豆奶清啉就是无掺咸、无掺淡、无掺西。你若清啉烧糊糊的，你较会使做咸豆奶嘛。啊，一直以来即种清啥物货，清饭啊、清汤啊，就是纯粹敢若饭无其他物件做清饭嘛。啊，清汤就敢若汤尔无其他的料做清汤嘛，所以照你讲，咱就应该是清咖啡，吼。啊，清咖啡就讲，迄个瞬间你吞，你咧含的迄个第一喙，当然感觉苦，就敢若最近我搁定看迄个做知识大潮亭，1930年代，喫茶店对，吃茶店，吼，喫茶店开始进入台湾，吼，喫茶店无咧卖茶，敢若卖咖啡。咖啡店无咧卖咖啡，敢若咧卖酒。日本时代是安尼吼，1930年代是一个繁华的日本时代在台湾啊，因着迄咖啡啊，迄个啥桂雪鹅，啊，就迄个啥我袂记啦。伊安吼啥，就请伊去喫茶店啊，啉迄饮料。啊，
就哦，什么货啦？那个啉酒哦，安尼话，真系比阮阿娘炖的迄个中药搁较苦啊呢。啊，所以当少年因是高等学生嘛，对无？高等学校学生，人生当要开始尔，那就去食苦，无必要吧？啊，所以即个苦瓜哪会苦即条代志，就是当然经过处理了，迄个苦瓜风，卵烤掉，搁煎肉丝啊，然后搁炖过嘛，伊迄可能会有一定会有咸正嘛，所以迄个苦瓜肉安尼处理过了，就袂有迄个苦的味啊。啊，所以甚至因阿爸佫讲嘛，迄个苦瓜虽然讲即个特别的苦味，抑毋过食落去了是会甘的。迄个咖啡对我来讲，逐工啉的时阵第一喙就苦，抑毋过你若莫一直推落去，也是安怎？你敢若试一喙，迄后壁其实韵尾有一个小可甘嘛，大概是即个概念，我是安尼想啦。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无？你兴食苦。你安尼甲我讲，莫非是讲迄个？中文叫喜吃苦，我拄仔咧想讲要安怎讲喜吃苦。喜吃苦，安尼是一个笑话嘛，对无？一人去算命，迄个算命生讲，你运道，你少年时运道无好哦，啊，爱听讲少年的时运道无好，安是毋是表示食老就较好啊？啊，就真欢喜讲，啊食老咧。相命生咧继续看咧讲，食老你着惯死啊，就是规世人歹命，规世人歹命，对，少年的时运道无好，食老咧，食老你着惯死啊。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意思啦吼，我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或者是这篇文章有啥物想法看法无？面配，我是学台语了，才学到即个词。尾啊，第二段第一抓嘛，定定有诶面配。当然，面配就是可比讲，阮细汉诶时阵嘛，是拢伫厝诶食饭嘛，就是阮阿母下早拢是日本人对台湾人下早食饭嘛，感觉真囂奇奇怪。等于日本是破病才食饭奇怪，你台湾人是哪会啦？大家拢有病吼，那下早食饭又感觉奇怪。啊，毋过。是台北就少咧食糜嘛，因为我细汉的时阵伫家己，敢逐工拢透早拢食糜。嘿，我细汉嘛拢，虽然我拢下早食糜啊，所以有当初你若讲寒天就准拄煞，热天下早安尼热翕翕，搁食迄烧烫烫的糜，真正是一种考验。啊，当然细汉的时阵有迄个酱菜车会载来，就是。伊就一台三轮车嘛，载规厨的迄个酱菜出来卖，可比讲啥物，有加工品的，一定拢加工品的啦，只是讲啥物加工嘛，可比讲拄只讲的可能是印生啊鸡迄伫迄个宁夏夜市迄搭遐有一个啥物印生啊鸡肉迄，还是啥物生鸡啊排骨啊，啥物货，就是讲，迄应该是。可能是鸡仔年的款，是毋是？就是可比讲即马有罐头是啥物大帽黑瓜迄种物件，迄菜拄仔车，下早迄个，迄物讲，反正伊就晒出来就对，拢知影大家可能迄个时阵可能赶要上班上课，几点伊可能几点就开始来顺啊。我知，生的鸡仔啦，米梯啦，导入啦，肉酥啦。个啥？土豆，迄土豆就是咸咸迄种土豆，所以你罐头有啥物大帽黑瓜，个大帽什么土豆面筋嘛，啥？迄个罐头鱼就是什么海底鸡什么货，就是即种诶。我印象较深诶是当然个，讲什么迄个海带吼。海带切到一丝一丝的，爱嘛甲伊生咸咸搁咸辣个啥？就讲这物件拢是下早食糜咧配，阮即种食饭袂配这啦。我自细汉到大，当然
即马足多元啊，也是讲足开放，也是足反正着啊，食是食喜欢、食欢喜的啊。不管是嘛挺好食，蛋嘛挺好食，你管它是啥物，反正你食着欢喜，食着会饱，食着我都猪腰、掠腰、鸡腰就好啊。你管它你食啥，就不管啊嘛。啊，毋过较阮细汉时阵就是原则上下早食的糜啊，配遮物件，遮物件就袂伫咧中昼暗顿食。中昼暗顿可能是炒青菜、煎卵，还是啥物炒马铃薯、豆菜、排骨，还是啥物鱼吼啊鱼可能啥物煎的鱼，还是啥物五柳啊，可能无五柳鸡袂咧厝食啦，可能糖醋鱼啊，糖醋鱼可能暗时食吧。所以下早中昼暗顿迄食的物件。配菜可能拢无啥共款，啊，即、个面皮我印象中，我是学台语了才知讲，迄叫做面皮哦。啊，对我来讲，即个面皮可能就是较下早会食的即个物件啦。我的理解是安尼，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小心甲读一篇，对啦，反正我就讲。主要是用台语交流讲话啦吼，啊，听伊讲，拄则 Carol 嘛，佮讲啦吼，是讲迄个教部订购是延长一个日啦。听伊讲，就是因为投稿的人数无遐侪，无够侪，啥我毋知影啊，所以各位朋友会使试看卖啊。小落来无读到，啊，拄则迄个相读较少，要读过。有恁是读一段足大段的安尼，啊是迄个啥，小罗你要自头读到尾，啊咱其他的人就看会使掠寡糖无？我找看卖有，我拄仔是现迄校长的第2两。哦，第2两，迄是第7篇，第6篇，考过哪会考安尼？啊然后安尼小着青时，我佫讲一个词啦，吼，讲假喙嘛，吼，假喙就是有下喙，食到会下，所以咱个就听到是介意，就是符合你的意思嘛。啊，然后咱就讲我介意啥物货，甚至我介意啥物人，吼，就是介意。可能用英语来讲就是 like， 是安怎我的理解。所以除了介意，除了假喙，佫有一个是假目。你看到一上目，你感觉这有符合你的啥？审美的标准，还是有去符合你想要欣赏迄个啥？不管是外形还是啥，所以假三目前就是假意、假目、假喙。我所知就是尤其这半年。过去1年，就伫读这个文章的时阵，就较注意到，进前就较无去注意到假啥，因为这个假字大部分伫我来读，我可能较侪时阵拢会甲伊当做敢若廉价词，啊，毋过伫即搭遮可能无算是廉价词，可能就是一个词啦，应该是安尼。好，安尼，小罗你读。烤鸡哪会烤？阮阿爸想要食烤鸡，像烤鸡硬丝啊，咸蛋炒烤鸡、鱼脯炒烤鸡、烤鸡风加烤鸡排骨汤，只要是烤鸡的料理，伊拢真介意。自我捌饭桌顶，饭桌顶上阿爸会去呢。我甲阿姊是你看我，我看你，硬2块仔来食。一般烤鸡定定拢互阿爸食甲空空。有3字哦，有3字。啊，拢互阿爸食甲空空，真囂皮。烤鸡敢毋是足苦足歹食的，是安怎阿爸会遐尔啊爱食烤鸡咧？阮先想拢想无，有一摆暗顿，竟然有烤汤。对了，顶悬迄句你可能爱搁确认者，阮先想就想无。阮先是啥意思？
生即字就是讲一直安那想，还是这差不多是一个固定的用字啊吧？什么生就毋通安怎？吼，生就人去做歹代志，生就想无通，就讲你读迄音嘛，可能爱读生就，阮生就想，阮生想就想无安尼。生想，阮生想都想无，阮生想都想无。好，有一把暗灯竟然有甲，想过一声吧。夜汤时啊，咳，这是咳。咳。夜汤时啊，咳，靠过风内底目屎放伫我甲阿姐的里，对阮讲，这靠过风内底目屎袂歹食，试看觅咧。阮两个随也伫硬起来食看觅，食一喙滋味，是袂歹呢。到第二点头讲好食，这个时阵我问阿爸，阿爸苦瓜风的苦瓜敢袂苦？是安怎你哪会食？是安怎你哪会介意食咧？阿爸听煞就笑对阮讲，苦瓜哪会苦？真好食啊！无，即马恁食一块，无。即马恁食一块仔看觅咧，虽然食着小可苦，毋过吞落去，然后煞感觉甘，想袂到遮特别，根本拢无像阮所想的遐歹食呢。阿爸看阮的表情，佫讲苦瓜有特别的苦味，食了会袂甘。买清热解毒，降火气助消化，对咱的身体有好无歹。恁会当慢慢食看觅咧。自迄摆过，阮豆豆开始接受苦瓜的料理，虽然无像阿爸遐尔介意食，毋过我甲阿姊若看着苦瓜，都袂搁再油头甲面啊！有一摆，我甲阿母做伙去菜市买菜，煞看到青色的苦瓜，阿母甲我讲，迄是山苦瓜，若是摕来炒咸卵，就变做餐厅料理。我就请阿母买一条转来炒，咸卵会加伊苦盐的味压落来，食着真假脆。KAH 假脆，食着真假脆，确实甲白苦瓜的滋味无共款。无，这是相 SIANG 无相款。无相款，到当苦瓜伫阮兜也是定有诶，米配。对，米件米配，会当和阿爸阿母共齐享受苦瓜的滋味是上快乐的。伊袂阁是我甲阿姊的黑暗料理，苦瓜的滋味我已经食惯势啊。苦瓜的料理拢好食呢，苦瓜敢会苦袂啦？好，感谢。最后是惯势啦。惯势，已经食惯势啊。惯势。好，毋知咱台顶嘅感谢吹落糖，毋知咱台顶嘅朋友有要掠几杯啊糖无？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分享。消化，伊较做助消化。帮助的助嘛，助消化，应该是助消化。帮助消化。因为足侪若我就讲，咱若读无够侪台语的时阵，就会去华语牵去嘛。这因为语言接触就是一定会互相影响的啊。所以对我讲，迄若假喙对啊，这篇文章对咱才有可能介意嘛，对讲是安怎你哪会遮介意食咧？对吧？介意假喙嘛，假目就我刚是嘛伫啥文章看到过，我袂记得。
所以我目前发现这三个教耳、教喙、教目安尼。好，毋知咱台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教耳、教目、教喙，加一个教手。教手要安怎解说？就是讲，这个家私我用的真教手。哦。你讲哈，这讲投资师讲，我这个菜刀用真教手。还是讲做顺的安尼。对。就是家私啦，无一定就是菜刀啦，我是讲。就是家私对，你安尼讲，我想到公司台去大去，系讲对，嘿。这个家私的，所以你头拄有讲的教手。所以就四个吼，反正就是使用上有合理的意思，还是讲迄个形，还是你的感受感觉就对啊。当然教的是属于mental 的吧，对，心理上的对无，无直接接触的嘛。教喙是你有，教目嘛是你敢若用目睭看的嘛。教喙是你有食落喙的嘛。教手就是你手摕落吼。就符合你的手型、手模，还是长短，还是重量，还是安怎？甚至只要会使和你的手有接触的物件，工具型的，差不多你拢会使摕来做讲教手。因为我就想到，公司台语台是毋是最近搁咧搬飞去一个，迄个王式贤吼，甲啥物？因敢是咧做目工的吼，有。那对，敢若是阿姐，对阿姐，有一个老师傅，伊就敢若有一个工具，可能日本迄边已经无生产啊，伫台湾已经足久啊，剩的可能就是一寡旧的工具，你的我的呢，可能你也袂用，我也袂用的，要毋过第三者有才调，甲咱即两支同款的工具摕去，搁甲倒出来第三支新的，因为用了足教手的啊。要毋过就欠一个啥物物件，无法度用啊！一直摕其他工具要来用，拢无法度顺手啊！就总算讲问到啥物人遐有一寡歹去的，会使来甲当做料件来斗就对啊！就讲安尼，我印象中我甲因内底迄厝内底有听着讲安尼用就教手的，我印象中伊听过，佮配合字幕，甲迄个情景，你知迄个意思，要毋过。若无家己搁去加思考几摆啊，就看过就船过水无份啊。即马有人搁提出来，我才去想着教手即个事啊。可毋知咱台顶边搁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拄只，你讲，好，请讲。好，我先讲好。我最近我看到一个词叫做尬味，毋过迄个尬是另外一个字，汉字是迄个尴尬的尬。顶关讲是尬味，意思是讲味怪怪的意思。尬味是啦，伊是假味啦，假都是假味啦。迄个叫做假味是无？假味啊，假味就是讲即个物件，即个物件咧食个假味。就是讲，味无下啦，比如讲，啥物掺啥物咱食着假味啊，就是拢无下嘿。对。因我咧想你应该是咧讲假味啦。假味，好。假味嘿。我是看迄个汉字啊，毋知迄个安怎念。安尼应当就是啦。有一个字就是啥物对价吼，伊是挑手边会介绍的介，我印象中就是对墙还是无拄好就对啊。所以我的迄个啥要拍字，实际就是我较惯势用汉字拍。当然，目前我的罗马字也无遐尼熟的时阵，就会找无迄种的。对价，到底是收对价，吼，就是对方的对，对象的对，吼，对当的对，价就是挑手旁的字，价就是可能对我讲的价味，就是味怪怪。可要讲有两种物件，
扛做伙，啊，迄就是袂搭吧，就是可要讲诶，拢伤强烈啊！啊，即个强烈诶味会甲另外迄个强烈味对呛，你就食到无讲介好势安尼。啊，当然，迄个假即字有可能就是伫使用诶人，伊可能捡迄个字形尴尬诶尬，伊尴尬诶尬嘛，有一个介绍诶介迄个声部嘛，吼啊，因为我所知就是可要讲歌册时代，因就是干那要照迄个音念尔，伊无要照迄个意思。啊，对我来讲，我咧看歌册遐个文本的时阵，我会，就讲我咧看遐个歌册，因所使用的汉字啊，无一致性。可比讲，迄天我咧看迄个叫做虎神大战蠓仔歌谣，伊就讲虎神甲蠓仔战起来嘛，啊，就要去找人来，算讲要来抢夺，还是要来安怎嘛吼？啊，伊内底有去讲到背景。啊，有一个所在就写飞上天的飞，啊，紧当然因为迄是算伊家当做撞声词啦，所以伊写谨慎的谨，啊，目前是写紧来紧急的紧嘛，咱若校定的字来，吼，有一个所在写飞紧，啊，过另外一个所在写酒杯，一杯两杯杯紧，我讲啊，毋是拢是杯，为什么头前用飞上天的飞，后壁用？背下背，我就所以变成讲对，尤其我无遐尼，你啊读念过，啊，搁看顶个文，你才知哦，即两个杯是共一个杯的意思。要毋过第一时代，伊纯粹干那要照迄个音，要毋过我就怀疑讲，安尼就无一致啊，安尼伫学习上毋是会颠倒麻烦。我想要分享，就是讲这个字呐，哦，我就若讲只若你问会晓台路边会晓写教育部汉字的人，可能真侪人毋知。啊，毋过我找资料啊，人就家己斗贵者贵，啊，那是倒位那里的那，啊，伊就问，啊，结果下骹好，大家拢知，毋过大家字若写较无共款。我想讲，其实大家可能头壳拢有即个词，拢知影啥物意思，毋过你叫伊写一个标准的吼，啥物版本拢有。啊，毋过大家拢知影字若写，就是咱台语好的人伫民间嘿，上。好，感谢三年甲咱朋友，所以迄个状况就变成伊无法度摊较开，啊嘛无法度起来，真做有系统性学习的一个材料，所以。语言伫咧文字化的时阵，伊需要标准化，伊需要一个标准的参考符号。我讲符号，因为有人可能是兴汉字，有人可能是兴罗马字，啊，所以罗马字的部分当然包括传统的白话字甲教育部的迄个罗马字啦。我是拢来合作称呼安尼。罗马字的部分，因的迄个变化也是无一致的机会较少。当然，1920年代原来嘛有 CH 甲 TS 的争差啦，啊，毋过1930年代以后，白话字就无搁咧用 TS 啊。你即摆去查，你去找台语内你找啊，有一寡字你会发觉到，啊，白话字毋是无 TS， 哪有一寡有 TS， 就是迄个时阵留落来，啊，若无去甲伊改过就对。啊，所以白话字用 CH， 啊，教育部就是用 TS 安尼。这个符号大概较无啥物变化，啊，毋过若汉字的部分，目前教育部所提出这个建议用字，有不了侪人有足侪无共的意见，啊，拢无共的意见，可能伊捌去写过教育部的批，互因知，啊，毋过可能无得到伊要挨打，就可能一届、两届、三届就归去。我讲去反映啦，就是一方之言嘛。你讲的真有道理啊，我无甲你反驳啊，要毋过安尼要创啥？无效啊，无效啊！因为我著讲嘛，现主时，咱有材料讲台语的人，毋知啥物原因，煞无、煞毋敢、煞无咧将你会晓讲的台语，即个语言正做优先使用的语言，甚至有当阵啊，以我家己嘛会啦，去到一个所在，你看着毋对，你嘛毋敢直接
一下就甲台语摕出来讲啊，或者是凊彩一个人，互你一个歹面抢一个，还是甲你兵白介一个翻白眼，你可能想要讲台语勇气就丢去啊。大人就安尼啊，你讲囡仔，要毋过我感觉这是咱爱去突破，还是爱去克服，或者是爱去建立的啦。我感觉就是迄期间都总爱试看卖，因为我今仔拄着一个3年的囡仔，嘛是甲伊讲台语，啊伊妈妈甲我讲伊听无，我讲不要紧啊，都讲啊，看伊当阵兴趣啊。对啊。伊的浪过当作伊无听着。所以就讲，目前我家己安尼暗算，啥物时阵要讲中语，就是迄个外国人来到台湾，伊伫因的国家学淡薄仔华语、中语，伊想要知影一寡物件，伊晓讲就是因的母语甲华语嘛，或者是加一个英语嘛，对无？两种或者是3种，若即种情形，我就才该用中语讲，若无我感觉咱实在。咱会晓讲台语的台湾人，实在是无必要去讲中语啦，实在是无必要啦。只是我毋知咱什么时阵会有够侪人有即种勇气，或者是直接讲较粗的叫嚣，叫嚣哦，甲台语诚做优先使用的，大概无法度诚做唯一啦。即个唯一伤勉强啊，嘛伤强制啊，无必要啦。毋过。至少优先嘛，甚至有的人是讲无我插挂嘛，对无？对不起哦，我要开始讲台语啊，对无？对不起是中语啊，对无？嘛是一招啊，所以就是迄个啥，空气在人激的啦，看要安怎处理安尼。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随便讲下，请讲嘿。读册时阵，因为要开始要讲，我知影讲要来读册嘛，所以爱训练家己安尼，所以开始要学英语，当初一道的时阵就开始咧做啊。当初甲朋友讲话的时阵，我来讲，你就使晓甲比如帮我斗相共者，我即摆伫练，所以我讲我逐项代志就想，就讲爱用英语来讲，至于日常生活。用的物件真侪，你无一定拢会晓讲嘛，就尽量。袂晓讲就知影讲这我袂晓讲，后盖再学转来，你讲个学转来呢，还是讲无人讲这安怎用？其实我后来去学台语时，我嘛有共款的感触，就是讲我即马开始用这咧想，就是讲用这个过日子过生活嘛。我即马开始就是过日子当作按照学英语，就是按照即马按照用台语。我当初有一届我过年转台湾时，我就。讲的听着每一项代志，我拢在翻做台语。即我就训练家己讲，我有在，我就讲偌济，我就想偌济。我就记得真上错的，我就听了一个警察广播电台，伊讲的迄时就真字正腔圆哦。我就头壳就开始自动家己头壳讲每一句话拢在翻做台语的呢。我感觉讲这嘛是真趣味的代志，就是讲人头知，我过去安怎用这一个语言，我即摆用着。仲快乐快在甲即个我自细汉讲的即个语言甲变转。倒转来，好，感谢Connie甲咱分享。你安尼讲，我想到一个诚做阿尾啦吼。两个，最近想讲，咱是毋是应该来？我今仔想迄个啥？添一个甲台语，添一个全台语生活。添一个全台语课啊的生活课啊啥我袂记得，我要表达是全台语啦，因为目前就是想要全台语生活的人有，而且我毋是讲遐50-60岁以上的人，就是讲30-40岁以下的人，有人想要全台语来试看卖啊，也毋过即阵人散伫咧毋知啥物所在。无一个平台，无一个具体所在，互因通好接近，还是我毋知影。过来，这可能爱搁去努力创造，还是大家三甲吼。过来就是对甲 Connie 讲的迄个，我就想一届真久啊，迄个像进前的迄敢是副总统，还是
陈履安，伊讲的足慢呢。啊，迄阵我就咧听伊讲的时候，我就知影，伊讲甲伤过慢啊，慢到我就想，无我来甲翻做台语好啊。所以伊在咧念的时，又慢慢讲嘛。我毋知伊是应该毋是看过，我袂记着，反正就是伊咧念一寡物件，我就即时伫我头壳内底甲伊翻译做台语安尼。啊，所以本正就是学一个语言，就是三个机会就摕出来用，啊，甚至伫头壳内底运作是讲你头壳内底迄个意识的运作嘛，对无？意识的流动嘛。啊，毋过你总是会拄着一寡，你想要家具体化，或者是你毋知的迄个词，或者迄个字面怎写嘛？就讲拄则像问迄个，迄个假味啊，什么味？迄字到底是啥物货？啊，当然目前咱的教练会使提供的这个查询，伊有可能有不足的所在。啊，对咱来讲，咱也无暂时啦，吼。随便讲话，老师嘛一直期待讲，我着找一本就好，为什么要找甲尼济本？无法度现主是，就是有个人这部字词典较厚的是这部分啊，迄个字词典较厚的是这个部分啊，无甲一个字词典，也是讲无甲一个单位甲这所有资料拢扣挖一合做就过无啊。目前较周至，也是讲较焦长的，大概就是找台语吧。啊，当然可比讲台语典还是啥，迄有诶可能伫，当然伫网络顶悬，抑毋过有当阵咱无一定随找会着。啊，总是你拄着遮个问题时阵，当然，若准讲会晓罗马字，上网去找去查，应该会使较紧。当然，若准讲有人通互你问，会透过口语来问翻译，我那嘛是一个袂歹诶方式啦。因为本正就是爱透过足侪种无共诶所在、方向、专业，甚至你拄着无共诶人，有可能问共一个问题，因为你诶目的是要甲学起来嘛。啊，当然有当阵啊，迄个意识诶流动是真紧，你无一定随记会起来。啊，毋过这嘛是算啥自我训练诶一种方式吧，我是安尼想啦。好，毋知咱台顶诶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好，安尼，因为时间诶关系，咱今仔日读的这个，可能我会按算伊讲顶个会顶到7月底啦吼，所以我拍算可能加读几工。所以讲这礼拜要考试啦吼，啊，考煞无就是甲这个115年咯，这学生组的文章，看卖读得煞个啦吼。反正7月31进前安尼，我是安尼拍算哦，暂时安尼按算。后壁我想讲要读旧的迄个台湾通讯网报网络顶找到的文章安尼。我手头是有一寡300期以后的文本啦。啊，你若手头有，我毋知你手头有的文本是当时，反正网站顶悬，敢若是自200几期开始有。我手头有的是300几期，我拍算按300几期开始读。啊，网站顶悬有的文章，就网络顶悬，咱线顶的朋友读。那网站顶悬无的文章，可能就是就纸本来读安尼。我暂时先来按算。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咧读即个朗读稿，暂时先读到遮。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咧，感谢台下朋友听我咧顶悬网读、网分享、网交流。好，今日读到遮，感谢，谢谢，拜拜，再会。感谢各位，再会。